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愿上帝在敬拜中间大大得到应感，愿上帝在咱的生活工作内底大大得到乐乐。这是咱每一天应该做的事，就是乐乐、应感、佮高举上帝名。咱同心来祈祷。主感谢你，你会听互阮伫逐天拢是得胜，你会听互阮心内满有快乐。我们伫每一天的时刻，拢高举荣耀你的名，互全地拢伫你面前欢喜快乐。愿上帝你甲阮同在，愿你的手摸着每一粒你所听的心。奉耶稣名祈祷，阿门。这是一个真欢喜的代志。什么欢喜？因为咱要来到上帝面前，所以愿你今仔日有这份深深的疼，毋仅是咱在享受上帝对咱的疼，咱嘛来享受。咱听上帝迄粒真奇妙的心我有一个兴趣，就是真爱收集真侪相片。咱来看这张相片，你有看到什么货？你有看到这个新娘露出马脚，对无？实际上，这个新娘毋是马脚，是安怎？是因为迄是一个角度问题。另外就是咱有看见这个人真厉害。他可以手拿太阳，你会当无？你敢会当？会啦，其实迄嘛是角度问题。伊无真正伊无真正手摕去头。这个相片就毋是角度问题，这是一个妈妈，伊无安全帽当戴，戴啥物货？伊戴一个塑胶袋这个戴塑胶袋，警察嘛是会抓啦我毋知当初伊是安怎想讲要戴塑胶袋，一定的原因。毋过咱看起来真趣味的代志。这是我真爱一张相片。你有看见这个查某囡仔安怎？伊咧哭，伊咧流目屎。这毋是相片，这是一个画家，伊一笔一笔画出这张非常水的图。我真欣赏这个画家，因为伊互这个查某囡仔哪像活伫咱的面前。我要讲，咱的人生应该像这个画家同款，咱逐工拢爱好好地创造你的今仔。咱毋是只有寄望我的未来应该安怎，咱是望伫今仔透过我的努力打拼，我要创造上水的，就伫今仔这个时刻。所以，亲爱的朋友，咱做伙一日遮要创啥物货？敬拜无落咱的主。所以，这是一个甲上帝做伙创造你人生的真要紧的开始，就是即马这个时刻，互咱人生伫每一个时阵，拢有一个真要紧的想法，就是即马毋是只有我家己，我有真侪遮兄弟姊妹加做我的同伴。我嘛有上帝加做我的同伴，我来创造一个真水的人生。这是咱的教会，咱的教会伫1965嘛吼，1965的时阵开始设立，然后咱大号名叫做台湾基督教教会永福教会。这个教会开始有真侪历史。拢是对早前的遮的前辈、早前的同工朋友、牧者，因认真伫遐打拼所创造出来。所以，虽然我无找到较早的相片，毋过我相信伫遮的即几档相片内底，也在表达出咱的教会不断有一个无共款的意向。咱有一个真要紧的目标，就是咱不断要互教会有一个真要紧的改变，真要紧的开始。所以，
一个教会的水，毋是咱只有寄望未来要怎样，是即马即个时刻，咱应该会当好好甲上帝做伙来创造伫我的人生。所以，即间教会即马伊有3款的状况伫咱的手中，然后未来伊有3款好的展望，也伫你的手中。咱应该确信，即摆你安怎互即间教会咧改变，就是未来即间教会伊会安怎一个真要紧、新、佮充满稳定的开始。咱较无，因为教会因为有你，有真侪同工努力拍拼，佮有咱属灵的牧者，一个真要紧的关怀牧养。不管未来咱传教者怎样，咱拢有一个真要紧的心，就是上帝透过牧者，迄是上帝家己的手在牧养咱每一个人。要提醒咱，因为教会伫你的心内，伊诚做啥物款式的教会？亲爱朋友，因为教会伫你的心内，伊诚做一间啥物款的教会？你会免即摆回答我，啊，毋过你一定爱思考看觅，因为教会伫你的心内，伊是一间啥物款的教会？这非常要紧，非常要紧一件代志。有一阵我伫病院咧服侍，所以常常接触真侪来遮看病的朋友。有当时因看病了，摕药了，会来我的办公室开讲，然后慢慢就成做好的朋友。这朋友常常拢会来拢会讲，牧师，有一天吼，我一定有糖尿病，我一定有高血压。我讲你太知你有糖尿病甲高血压，你毋知啦？阮的爸爸有，我阿嬷嘛有吼，我有遗传性的这个病，所以我一定有。我就走去问医生，讲医生，啊，伊咧讲对无？咱在座可嘛有医生啊吼，安尼讲敢对？这医生讲是对嘛？无一定是啦吼。伊可能比别人有较大的比率有糖尿病、高血压，所以无代表伊一定有这个病。所以我就安尼来讲，医生讲哦，你无一定有哦。讲，牧师我讲，我比医生较高，一定有。所以有一天，伊专门走来讲，牧师你看来啊，什么来啊？讲检查报告检查出我有糖尿病、高血压。我毋捌看过人破病真欢喜咧。我毋知你会当你家己讲，我有一天一定破病，你安尼讲无？咱应该袂啦吼。啊，我这个朋友，伊欢喜毋是因为破病，是因为讲了对。我认为我有破病会记我讲对啊，所以我出欢喜。啊，毋过伊敢有想到以后遐医疗食药啊，保养身体这个过程实在是真艰苦。伫这朋友的身躯顶，我讲迄一项代志，其实这拢是一个信心的功课。咱信心真趣味，咱信心会当负面来操作，就是用负面的想法来讲来看。咱信心嘛会当正面来好好运作。所以毋通常常按你家己讲歹听的话，毋通常常用酒做话对你家己、对你的亲人、对你的朋友，特别是对你的囡仔。当囡仔无乖，考试无好势，你会讲啊，这人一时也无出发，啊，你做学万人考100分，你考99分。咱用真侪负面的想法，但你的囡仔、但你的朋友，甚至你所听的亲人、朋友讲这负面的话。为什么会？因为你的心内有一寡想法，你的心内有这个想法，所以这负面的想法就伫你的心内底。这负面的想法就成做一种啥物溃烂，不断地开始影响你，还是你身躯边的人。所以耶稣今仔日伫这个所在，甲学生分享，伊讲，恁靠经验这2件遮尔大的代志，我用少少物件。互遮尔侪人食较饱，你有经验着，
所以耶稣问因讲：恁捡剩的这饼油有几斤，有几拿？偌只心就大声应。不过耶稣只有一句话讲：总是你拢唔知影到底这什么代志吗？你的心无清楚吗？虽然甲耶稣经验亲自伫迄个所在，特别咧捡这饼油的时阵，可能听见人讲：哦，啊，这人到底什么人，太真厉害！我看伊手的饼真少，啊，太愈分愈济，愈分愈济。一定有人伫遐咧讲，学生嘛伫遐听，听了嘛伫遐彼此伫对话讲：咱的先生到底是什么人啊？太真厉害啊！伊咧做这个代志，伊敢咧变魔术吗？伊到底是什么款的人？所以这学生一定心啊会咧想，嘛听去身躯边这个朋友咧讲，所以因会开始有产生心内真侪想法。啊，无今仔日因只拄着小小的代志，就是袂去炸物件通食。因开始咧烦恼讲，等下要食什么货？耶稣就问因讲：恁甲我做经验遮尔大的代志了后，恁敢无清楚？你的心较唔知影吗？其实耶稣知影，因的耳孔、因目睭无问题，啊，毋过安怎？啊，毋过学生的心还未受拍开。所以虽然甲耶稣做经验遮尔大的代志，总是迄个无拍开的心，因无办法完全理解耶稣伫因的身躯顶，伫即个世代，伊所要做遮尔奇妙的事。所以无清楚，也因为无清楚，因就对所帮着以及做伙经验遮个奇妙的事，袂当真正去明白耶稣的作为。像兄这其实嘛咧提醒咱，你来教会可能一档、10档、20档，也是你甲我一世人差不多伫教会咧经过。啊，毋过咱敢真正知影上帝心意是啥物货？咱敢知影上帝伫即间教会心意是啥物货？咱敢知影上帝伫你的身躯顶的心意是啥物货？咱敢知影伫每一天内底，上帝伫即个时阵，伊要用啥物款的心意放伫你的内面？如果咱无清楚，咱一定有真侪操烦赶，咱一定有真侪惊吓软食，因为咱心内底袂当理解。以前我听过别人讲过遮尔大的生涯技术，但是以前我有捌经验，我祈祷了后，上帝安怎医治帮助我？啊，毋过这无代表以后我拄着代志了后，我就安怎？我就满有气力甲信心。所以耶稣学生，佮拄着小可的困难的时阵，因心内早就袂记哩，迄个时阵耶稣所做遮尔大的代志。请朋友，我毋知影咱是毋是安尼？伫以后每一天，哪有可能共款拄着病痛挂号事？啊，毋过咱敢会当赢过这学生？咱的心已经受拍开，咱清楚知影上帝伫我的身躯顶的心意，上帝伫咱的家庭内底的心意，上帝伫咱的教会顶面伊的心意啥货？所以我拄着艰苦挂路的时阵，我毋是真紧，也是永远拢伫遐埋怨、生气、流目屎。我的心内当真紧转向上帝讲：主啊！是，你的意思就是遮尔水。你的心内底要有这个真要紧的想法，唔通互负面的信心不断伫你的内底。亲爱兄弟，咱问上帝所听的囡仔，做上帝囝儿，
咱一定要有一个最清楚的心意，就是上帝的确要帮助我。上帝是我的关台，是我的召唤。上帝是我闪避患难困苦的所在。这个毋但是圣经的记载，伊应该成做你心内一个最要紧的念头。因为安尼，才会当互你赢过你心内真侪负面的信心。就请咱毋通互负面的心不断伫内底，或者负面的信心不断赢过你，赢过上帝你心内迄个真要紧的心意，赢过上帝伫咱教会内底迄个真要紧的心意。毋通互负面的信心来赢过上帝伫身躯顶一个真要紧的作为。有一个朋友受医生诊断了，甲伊讲，你有真严重的病，可能只有剩半冬的时间。我这个朋友听了真艰苦，伊等于大声哭、埋怨、生气。就是几工安尼过了后，伊真紧倒来到上帝面前讲：阿爸上帝，赦免我！伫我拄着上艰苦的时阵，我只有埋怨、生气、流目屎。啊，无即马，我要倒来到你的面前，伊就开始对圣经找到真侪医治的经节，找到真侪真好祈祷的经节，伊就来写落来。搭伫伊的厝真侪所在，伫倒腿、伫下颈、伫主饭的所在、伫食饭的桌仔顶，都有真侪经文。伊佫找到真侪伊以前少年健康的这相片，来搭伫伊所看到的所在，常常就用圣经话来祈祷，看到相片来宣告讲：上帝愿意互我恢复到亲像我以前少年健康的时阵。迄时阵，伊已经毋是用流目屎、埋怨、生气的心，伊就伫每一工用这方式来面对伊的生活。有固定时间转去来看文诊，转去时啊，医生看伊的身体非常衰烂，啊，毋过医生伫伊的对话内底，看见即个朋友有一个非常坚定的信心。这医生就请教这个朋友讲：“我来问，除了你看我以外，来看找我这医生以外，你阁要找啥物人无？你有找其他医生无？无，我无找其他医生。你阁有食其他药啊？啥秘方？无，我无食其他药啊秘方。那么为啥你的心内这么有困难？”这朋友来讲。如果有，是因为我逐工用真侪时间祈祷、宣告，求上帝来成做我及时的帮助。这医生就来讲，好无你将你的故事送互我，我要甲真侪这病痛朋友分享来讲，人的身体可能会当这么衰烂，啊，毋过你犹原会当有一粒充满溃烂的信心。这表情我讲。医生好，你将我的故事甲遐需要人相共分享，我欢喜将我的经验，互伊也知影，上帝也是我的上帝，上帝嘛会当成做遮个侪伫病痛极其艰苦人身躯顶一个真要紧的帮助甲倚靠。这医生真感动，伊讲我做医生遮尔久，我毋捌拄到一个亲像你即种的人。伫身体这样衰烂的时阵，为啥你所讲的话，你的眼神，互我真感动，互我真感动。我毋是基督徒，啊，毋过我知影，你的上帝对你真正有帮助，你的上帝真正的影响真爱你，你的上帝真正伫你的身躯顶。行真侪奇妙的事，一个互医生心，亲像审判来讲，你剩无偌久的时间的人，啊，毋过伊伫医生，甲真侪患者的面前
在见证上帝奇妙。亲爱朋友，这就是咱的人生。咱的人生有真侪时阵，拢会当安尼，你会当好好伫即马这个时阵，甲上帝来创造奇妙的现在。我要请你，你要将真侪上帝话放伫你的心内底。上帝话毋是安怎，毋是只有伫艰苦病痛、挂路拄着困境的时阵，才开始凭上帝讲，哎呦，到底对一经文，才会当成做我的帮助。我要提醒你，哪会当亲像做个学囡仔，弄一个真大张的金句，啊是你会当用电脑拍做一张细张的卡片，比方是在等车、在等人，一个真细空档的时间，你当读上帝话，来暗念来背起来，或者是上帝话伫你的身躯顶。当你家己，当你身躯边的人拄到需要的时阵，你就马上有一句上帝话，通成做家己甲身躯边这朋友有一个真要紧的帮助。上帝话常常伫你的心内底，也不断地鼓励你，互你的心不断地更新，甚至会提醒你。你的眼光一定会改变，特别是耶稣基督教导咱主导文是上好的基督。咱常常礼拜是做安怎？咱做来念主导文，听下这主导文袂当手用念的，伊喺你的心内底成做一份祈祷。这是耶稣教导咱一个非常要紧的祈祷。这祈祷若真正伫你的心内底定根，你也清楚知影为什么耶稣教导这个主导文的祈祷是，你会感受到这个祈祷在改变即卖你。这个祈祷不但互你家己，互你身躯边的人，当因为这份的祈祷，你的心内满有快乐。就算拄到上大的困境。你拢永远有心满意足平安。上帝话就是一份真要紧的帮助，上帝话就是一个真要紧的应允，上帝话就是一个真要紧的扶持安慰。你爱好好将上帝话放伫你的心内底，互上帝话放伫你的心内底，你一定会常常感受到这份生命稳定。你看卖这张图，你看一个人要甲两只花豹比赛，谁人会赢？我想你甲我心内拢有同款的答案，咱绝对袂赢，对无？咱走袂赢这两只这么厉害的花豹，但是你看见，只有一群高强大汉的犀牛，这群人面对这犀牛，因心内安怎想？紧来走，哇！叫去农地吼，绝对无命。是，这拢是咱的人生。拄着困境的时阵，有真大的部分，咱就开始安怎？心内失志，咱感觉咱无办法赢过这个。当你的心内经安尼想的时阵，确实有影，现实环境，咱一点仔拢无办法。啊，阮知无？当你脚步你要改变，迄个改变上要紧的是呾，对你的心是改变。你的心若有迄份改变的气力，望甲看见，就是有这份眼光的时阵啊，外在环境就一定有机会来改变。咱看这张图，有啥物款的无共款？有啥无共款无？有一天，我的朋友讲：“我看到伊有无共款？”我心内想讲：“我骗，明明拢共款。”伊讲：“我毋是这群人，我是这高强大汉的犀牛。”伊喺讲，讲咱像无一个无共款的想法咯。我毋是这心内惊吓的人，我是这一群互人惊吓、互人软这的犀牛。啊，
就是讲，你的角色无共款的时阵，你的角色若无共款的时阵，你的人生就有可能一个无共款的改变。我要提醒咱是上帝的囝，咱有上帝真奇妙的作为心意伫内面。如果你永远将家己放伫世间，将世间的软性想法放伫你内面，将世间对你的看法放伫你内面，咱永远亲像即阵面对这高墙大汉信仰的这人，咱会感觉我一点拢无麻烦，我一点拢毋知要安怎做。啊，不过如果你清楚你的角色，你知影我是上帝所拣选的囝，我是上帝的查某囝。上帝伫我身躯顶有伊真奇妙的计划甲心意，所以你若清楚你的角色，就亲像这道同款，你已经知影，我毋是这软性的人，我是即阵充满稳定有气力的师娘。我会当伫这个世间，甲上帝做伙创造一个美好的现在。我会当了解清楚上帝的心意，上帝伫这间教会心意怎样？上帝伫某一个团契心意怎样？上帝某一个事工顶面，伊藏着什么计划？因为我知影，所以当你知影了后，你的角色无共款。你的角色甲以前无共款的时阵，你的眼光无共款。你的眼光无共款，你所做的行为行动就无共款。想看见遮尔奇妙的代志，遮尔奇妙的代志伫咱内面，因为耶稣会听伫咱内面。所以提醒咱，拄着困境的时阵，咱毋是只有用这个方式，暂时来解决问题。提醒咱，安尼袂当解决问题。咱必须要安怎？咱必须要清楚知影，来到耶稣基督面前，肯定我家己的角色，知影上帝伫我身躯顶好的意思。上帝话不断伫我心内底，亲像迄个充满稳定气力的水泉，涌起我，互我的心内，因为上帝话不断有新的气力，我的眼光不断有一个改变，我的心全然拍开，我要上帝不断知影，主鸟你咧摸着我的心，啊，把上帝。我毋茫用我的手也摸着你的心，因为我知影你的好意思，我就清楚，我拄肯定我家己伫这个世界的角色到底是啥物货。我袂只有常常用我家己的意念想法来做来讲，我会用我这对上帝来心意，甲人相甲分享，放伫每一个事工顶面。遐意念无过是我家己的心，是因为上帝心伫我内底，我会当有真好、真水、真有气力的分享，真要紧的建议。上帝心意伫内面，就要起造咱，甲起造咱的永福教会。咱教会暗时的时阵，咱会看到啥物货？看到一支真清楚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毋是只有要互看水，这个十字架咱较无伊，伫咱正人的祈祷菩萨内底，每一个心看到这个十字架，伊的心会改变。我听见一个真水的故事，一个见证，有真教会伊伫路边。伫路边看起来，都看到你爱当迄个十字架。正教会有一个真特别的想法，因将伊的大门甲瓦无的遮个玻璃，拢当做透明的。暗时十字架点开时阵，外口一看起来就是
大家伫真水的是物件，真狗真细间，资源真少。按过因讲，我要互每一个经过这个所在人，拢会看到教会是物件。有一天，有一个朋友来到这聚会，大家介绍了后，私底下牧师问讲：某位朋友，你也想要来阮的教会？这个朋友讲：我常常拄则经过，我会看到恁礼拜堂的是物件。有一天，我的心情真无好，当我拄仔行过时阵，我看到是物件，我目屎就流出来。我毋知是安怎，我才流目屎。我迄天我足艰苦，总是心内有一个真大的安慰甲感动，所以我心内想讲，即间教会上帝，如果你听我，求你安慰我的心。真奇妙，这个朋友的心内就不但有一份安慰的气力，所以伊就安怎特别找时间，礼拜日去教会参加聚会。你知影即间教会，牧师甲兄姐，伊会友无济，按阮常常规定礼拜堂台下顶伫遮祈祷。公主啊，阮是志美社的教会，阮会友真少，阮资源嘛无济。但阮相信，你要使用即间教会，你要使用阮少少的人，你也要使用即支毋是真水的是物件。所以即间教会常常规伫台顶做伙手牵手祈祷，因为伊心内相信。上帝，你要使用阮的教会，上帝，你要使用阮每一个软正含慢的人，所以常常就用祈祷陪伴家己来成做上帝的路用。这个陪伴开始感动对遮经过的朋友，举起十字架光，成做安慰的气力，成做一个真要紧的帮助，互人的心。大大受到感动。知影这，咱以后教会是物件，放伫悬悬的所在，求上帝伊使用咱每一个人，也要使用这个是物件，对这条纵贯线经过这一代每一个车每一个人，看见是物件，就有心内大大感动安慰。阿门。咱无较无每一个看见这个是物件人，伊心内就咱就看见上帝讲，就咱就看见上帝疼，就咱就感受到上帝疼，重重伫因的身躯顶。当咱知影上帝心意，咱就看见有太济太济祈祷，有太济太济服侍，有太济太济。咱应该做伙同心归落去祈祷，因为上帝心意就遮尔水，伊要互咱伫这个所在安怎？要互咱伫遮来创造永恒教会更较水的一幅图。像现在，咱拢是这个真要紧的主者，咱拢是一个创造的人，你的心意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甲上帝心意结连做伙，合一做伙，咱一定要伫这个所在，互永恒教会来成做上帝，伊单单使用这间教会，互这间教会伫遮，不管是伫遮敬拜服侍人，还是经过这间教会的朋友，因绝对拢有机会，互上帝帮助伊的心，互上帝的心意。毋但伫你的内面，伫教会内面，上帝心意也若对遮流出去，到伫咱身躯边，做朋友的面前。我邀请你，你要常常求上帝帮助你的心，
搁较要紧的是，愿咱的祈祷会当望着上帝的心意。也就是讲，咱知影上帝的心意伫你的身躯顶，伫咱的家庭，伫教会顶面，上帝将什么心意放伫咱内面？安尼，咱会伫这个所在，还是伫你的家庭，还是你家己，创造一个真水、真水的现在。这个充满稳定的现在，就是备办咱的将来。因为以后这句话，耶稣袂甲你问，恁无明白这个代志吗？因为咱已经清楚上帝的心意，咱先来祈祷。主感谢你，这是你上水、上要紧的意思。我着常常用祈祷来到你的面前，我也要常常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献上阮切切的祈祷，帮助阮通明白上帝你的心意，互我不断伫这个所在，甲所有兄弟同工，特别甲上帝你。来创造一个上水的现在。阿爸上帝，愿你牵我的手，互我伫祈祷、生活服侍，拢望着主你的心。用耶稣的名祈祷，阿门。